没做？没做吧？是肝脏的吗？是的。什么症状啊？这心里慌慌的。快去床上来，躺着过来。要发晕，快要躺上一下。快点！有没有糖尿病？有糖尿病是吧？来，快点，为了保护你，推点葡萄糖，走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有点出汗。来走。这个晕倒的病人，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之后，就给他量了血压，然后去问了一下他们家属他的一个病史，就了解到他是一个有糖尿病病史的一个病人，而且当天是因为要做检查是空腹的状态，然后也吃了一个降糖的药，所以我们当时的第一判断就是低血糖。拿一点葡萄糖吧。那个我等一下，50%的葡萄糖。好。没事啊，没事。把这个口罩取掉，来，喝一点点啊，喝一点点。是不是舒服一点呢？你不要看这个东西。马上舒服一点了啊！我知道这好，没事，休息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啊。哎，麻烦让一下。再过一下。你是还没做的对不对？你到外面先休息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叫你啊。我们要观察一下他啊。好一点了不？嘴巴都好一些了。对，做不了我们休息一下。等他好一点再做吧，这个没关系。好点了不，叔叔？好。现在 CB 多少？70几，76。好一点没？这个检查今天先做不了了啊！你其他的检查都还没做，我看了一下，是不是？没事，你明天上午可以吃一点东西。过来看一眼好不好？我现在先给你看一眼，然后我们先不推这个药，因为还是他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好不好？这个打药我们就先不做啊。今天就把粥不说了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今天还做不了。对，身体状况不好，等一下怕你打了这个东西进去又很难受。好，我看到肿块了啊，没事，看得到，那明天看得到没问题。